後成排馬搶出嚟嘅呢個計劃啊，搶咗喺前面嘅外檔亦都有成田力啦，跟住咧。最後只都係奇偉發都跟咗喺前面㗎，最後多少個馬見到有呢隻係正南方位，然後推上嚟嘅就係美麗都啊，外檔亦都有亞科拉啊咁樣㗎，跟住有天之驕子啊，然後就係美國紅番啦、福將軍啊，最後啲先至馬邊草啊，然後就見翻咧呢隻啊就係斯亞里啊，然後就黑沙王啊留翻喺尾三嘅位置，翠河喺尾二嘅包尾咧就係呢隻亞當史密㗎啦。跑咗大約300-400咁嘅呢個路程啦，美麗都咧首先係帶出嘅，跟住就係呢隻計劃緊守第2位㗎，最後多少見到有奇偉發同埋啊呢隻啊就係美國紅番啦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正南方位啊，然後就係天之驕子福將軍啊，最後之先至見到有呢個係呢個亞科拉啊，然後咧就係有外檔嘅成田力啊，跟住就係黑沙王亦都係推進啊，最後之先至係斯亞里啊，然後咧就係有啊。呢個黑沙王啊，包尾就係翠河啊，同埋呢隻正南方或呢個亞當市民咁樣㗎。開始轉銀呢彎嘅時候啦，而家見到美麗都仲係車放車流，只有過嚟馬威嘅計劃一路緊守喺第2位啊，跟住就係奇偉花啦，同埋呢隻美國紅番吊住喺3-4位，然後就係有呢隻啊亞科拉啊，然後就係上緊嚟啲嘅成田力啊，跟住先見到福將軍啊等緊位出，然後就係天之驕子啊，呢個黑沙王啊，正南方位啊，呢啲馬㗎啦。開始啊轉入直路嘅時候啦，見到啊呢隻美麗都仲係少少啲，而家計劃開始逼近佢㗎啦。咁後多少個馬咧就係見到呢隻美國紅花揮咗威出啦，然後就係有呢個後多少個馬見到外檔嘅成田力啊，然後黑沙王而家打咧殺緊咗嚟啊，最後喺大外檔上緊㗎啦。去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啊呢隻計劃咧就係越過咗啊呢隻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黑沙王殺緊咗嚟㗎啦。而家咧就計劃到緊美麗都黑沙王逆步追翠河都殺緊咗嚟，跟住係正南方位咁樣㗎。因為嗰種由計劃有機會贏呢條最第1名嘅計劃，第2名影相就係黑沙王啊，然後正南方位啊呢啲咪影相啊，仲有就係黑沙王啊，呢個馬邊草啊，馬邊草啊影相啊爭呢個第2㗎，仲有美麗都啊呢啲馬正南方位啊，翠河都係相當接近㗎。睇睇慢鏡頭啦，而家見到啊計劃咧喺呢場賽事咧已經越過咗美麗都，而家見到呢個馬邊草啦搏命咁上，跟住就正南方位亦都喺馬群當中咧殺緊上嚟㗎。翠河就喺大外檔。衝勁唔係太強啦，計劃咧喺呢度幾個節目已經係越過咗呢隻美麗都，跟住就馬邊草，然後翠河正南方位嗰終點，第1名就係計劃㗎啦，贏等咗呢場賽事。第2名睇下咩馬，成站馬影相馬邊草正南方位翠河同埋呢隻美麗都咁樣㗎。